有了解才袂误解，今仔日是6月27全民艾滋体检日。过去社会对性传染病较会有误解，其实也影响到民众体检的意愿。中华县卫生局成立蔡庆基职健康服务咨询中心，提供予民众免签名的 HIV 甲其他性病体检，也会举办健康讲座、心理咨询、性别平等的推广服务等等，希望大众对疾病防治有正确的观念，建立友善的一个环境。 6月27是美国国家艾滋患者协会发起的全民艾滋体检日，但是过去民众因为对性传染病的误解，其实影响体检的意愿。中华县卫生局成立彩虹基职健康服务咨询中心，提供大众艾滋病加其他性病的看命体检。这艾滋这个疾病啊，其实在我们社会普通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，有一些歧视，所以就是来做筛检，就是担心会被认识的人看到。虽然我不一定有这艾滋病，来做筛检这件事情，还是担心会有一些歧视在。 其实是有固定的传染途径，就比如说不安全的性行为，或者是公用针具这类的传染途径。那其实感染者他在现在他只需1天1颗药丸就可以有效控制他身体里面的病毒量。卫生局表示，只有发生过性行为，至少拢爱做1届的艾滋体检，而且感染者透过药物控制，也无病毒，就无传染着。 这几天，卫生局除了做看命体检，嘛举办健康讲座、性别平权推广的活动，参加的人也愈来愈多。这边的讲座跟一些活动是让我觉得蛮多收获的，比如说一些匿名筛检、占卜，然后心理咨商，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讲座。 在大甲妈祖绕境的时候，我们举办了大甲妈祖爱绕境的活动。那这一场活动主要是想要借由跟社区民众的对话，来推广艾滋防治的观念。甲妈祖绕境结合变装风雪表演，推广艾滋病防治的正确观念，建立性别友善的环境。卫生局表示，透过推广活动，除了让多元性别的族群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，也希望甲大众互动沟通，推广性别平权，营造互相尊重的社会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